他们3个人私底下的激情已经超过了友谊了，嘿，可以亲密一点，亲密一点，哎，鼓励，哎呦哎呦，来，我们看中间哈，先看中间一下，来，中间好，接下来我们3位主角的左前方一点点哈，好，来，再来我们的3位主角的右前方一点点，谢谢。 然后再来苦力有没有一点苦力的动作要展现一下？胸肌、腹肌有没有？大背肌有没有？哎呦，嘿，看出来！哇，赞！那有没有展现一下？有没有力拔3合？装一点！哎，对，哦，看到黄文兴的胸肌了，哇，哎，一样哈，前面啊。 一样，我们的左前方。那现场的朋友哈，欢迎手机拿起来用力拍，想要直播的也可以啦哈。啊，在我们的右前方，是，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我们昌宪这一次的角色是问气啊，也就是我们的灵魂曲。那我们的文心呢，他是我们这一次的明华。来，好，正前方，再来就是我们的左前方。 那摄影大哥们有什么要求吗？难得穿得这么漂亮哦，赶快拍哦！这个笑容过了就没有喽，嘿，最萌身高差，带小朋友出来，带人出来。而且你有看到昌宪只敢把头抬45度吗？因为有些地方不好意思看。来，好，我们看完正前方了哈，我们接下来稍微往左侧一点点，我们的左前方，对。 好，左前方，哎，对，大家呢一边拍我一边介绍一下。接下来我们的右前方，现在看到了3对主角呢，他们在剧中呢都是苦练啊、悲恋、凄恋，到最后呢有没有修成正果，这非常的勾引人心。希望大家呢一步一步给我们看下去，就可以知道最后的结果啦。来，现场的媒体朋友还有什么特别的？还有哪边没有拍到的吗？ 在剧里头呢，靠着他们呢穿针引线串联。好，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左前方哈，我们4位，嘿，看一下正前方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稍微看一下你们的右前方，左前方，抱歉，左前方哈。哎，左前方。好，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右前方，演员们的右前方。 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要掌声欢迎我们的导演李玉峰导演。好，来，我们看正前方哦，比个赞，赞。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左前方，对，演员们的左前方。然后这边跟大家说一下，我们的剧呢，在我们的本月的7月27号晚上，礼拜6晚上9点到11点，在中共电视台。 右前方啊，拍谁？好，来换右前方。我想讲要做刚胸红我嘞。还有没有摄影大哥没拍到的？啊，还有中间有举手的，我们看一下哈。来。好的。左手边，来比个赞哈！我们27号晚上礼拜6的9点，公共电视呢看34台的部分就可以了。中间。 这边好，来这灰色衣服，来左边，好来左手边，来左手边的浅蓝色 T 恤，在最左边，好 ，OK 吗？好的，来左边这边，好 ，OK。我们先看左手边好了，来从左手边，来左手边，来开始过来，来戴帽子的哥哥。 好，中间戴帽子的哥哥，好，中间，然后中间来，黑色衣服的，黄色衣服的，牛仔外套的，灰色 T 恤的，好 ，OK 啦，好，来，我们来下一组，左边来最左手边，灾民们移到码头生活当苦力，继续赚钱养家。首映记者会上，导演有感而发。过去哦，伫迄个。 普遍哦，社会拢真善巧哈。那跟其他的3位对手女演员还有资深的演员合作的感想？
这次真的很开心，可以跟我们的李岳峰导演，还有整个演员还有演习的合作，因为我们真的是金钟团队，然后在这里面跟所有演员非常的愉快，然后跟导演合作也愉快，然后在里面真的学习到很多很难的台语，然后让我们的功力又大进一步，所以这次合作真的很开心，因为可以学到非常多的东西。我的部分我是真的觉得可以拍这戏真的是很幸福，虽然过程是没那么容易，但我觉得会吸引大家看的原因是真的，你可能是恁爸爸妈妈迄个年代，是恁阿公阿嬷，所以我感觉你透过导演，伊就是活伫迄个时代，伊有法度上清楚，把遐个故事、甲遐个感情表现伫个镜头、伫个这个影像顶端。所以真的非常值得大家看。所以虽然这拍戏过程真的是有很多好玩的啦，嘛是真忝真艰苦，亲像炭工来款，但是就是拍了就欢喜。你头顶有影啊，规出拢打你。那可以演这出戏，其实还蛮开心的。那我觉得最难能可贵的是这出戏。并没有谁是男主角，谁是女主角。我觉得导演把所有的角色都分配得非常好，然后也不会为了谁去拱谁，然后谁要为谁而去写这些人物。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好的一件事情。然后每个角色呢都有他赋予给他自己的生命跟任务，然后在剧里面环环相扣的激起火花。那希望大家到时候可以准时收看鼓励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里头心情感想吧。对，但是反正我夺走了他的第一次，他夺走我的第一次。对，播出再告诉他。对，不能讲，不能够剧透。就是我夺走了他的第一次，他出。